大家好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坐落於金鐘道89號力寶中心。今次介紹單位力寶中心，單位建築面積約1887平方尺，大廈提供中央空調，間隔實用。單位辦公室設計裝修，玻璃房裝修間隔，提供經理房間、主管房間、會計房間及來去水供應茶水間，配套完善，適合各金融界精英。專業會計師事務所、律師事務所、全球集團精英總部等行業，罕有放盤，實屬優質筍盤。如有需要查詢及內進物業參觀，歡迎致電92268384美聯商業龐小姐。